向正较早，关注看今日1月10日公司第几代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今开始咱来关心有一寡国人因为疫情的关系留伫关岛半冬外，即摆因为有医疗需求，政府协调华航安排医疗包机，暂对关岛在47个旅客返来台湾。 平安返来台湾，旅客看起来心情拢真好。受到疫情的冲击，部分台湾人封调伫咧关岛，经过真侪方的协调，台湾派华航安排人道的医疗包机，11甲47个旅客载回来，包机伫尾暗5点提早到桃园机场。回到台湾怎么样？很亲切。在那边待多久了？半年多。是之前是买不到票吗？还是刚好有这个可以回来过年？ 这座包机有9个人是经过国际医疗专案申请入境，其中5个人是需要就医的关岛病患，另外4个是陪伴的家属。有患者是需要甲肿瘤切掉，也是讲心脏乌白跳。其中有一个体重超过226公斤的外籍重症患者，因为已经产生并发症，心脏有问题，所以来台湾就医。 这段期间，会伫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开始减重治疗，结束14天的隔离，得当进行减重手术。我们有其他的病患有其他的需求，对，那他这个部分是Latisha 本身是比较严重的病患，所以他现在就是直接进到医院的这个负压病房进行隔离。I'm excited. They're gonna help me get more help here. 检疫人员摕风扇头来指挥旅客，照防疫相关规定入境，需要有摕核酸检验阴性的报告。机关人员审核内容了后，这个通过移民署的证照查验、领行李，还有海关稽查等等的程序。驻关岛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是表示，有医疗需求的关岛民众会由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甲二代病院来收治。其他旅客是家己坐防疫客运车登记处理，或者是前往防疫旅馆来进行14天的居家检疫。记者综合报道。 再会关心天气，今仔日继续受寒流影响，温度有较低。早起上低温是算地表的6°C。咱来看上新的温度。早起有一寡所在阁会落地渐雨，也毋过水汽会豆豆减少，转做大冷。气象局早起有针对19个县市继续发布低温特报。今日上低温是出现地表的6°C。 提醒乡亲，下暗到明仔透早，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温度会阁降低。嘛是这波寒流上强的时阵，乡亲一定爱穿好少。若保护了后，境外污染物会对着冷空气落南，北部、西半部空气品质拢无好。若中南部、外岛，即嘛是感觉式的提醒。 天气变寒，爱斟酌注意身体变化。花莲有一个警察半暝啊昏去，赶紧互送去病院急救。若伫嘉义市，伫2点钟内就有4个人熊熊无心跳。医生是提醒民众，寒流来早暗拢足寒的，冷支支，有慢性病患者一定爱特别细致。 紧急将病人送病院，因为已经无喘气心跳，救护人员中途真侪摆用电击器到病院了后，马上装叶克膜抢救。发现患者也是呈现心肺功能停止，我们马上执行 CPR， 贴上 AED， 然后期间电击了10次。49岁姓林的铁路警察11透早3点外，被厝内底人发现伫花莲徛街，救紧昏迷，目前伫交护病房急救。医师指出，病因可能甲天气寒、低温有关系。 这个 EMP 到现场的时候是发现他是跳心脏麻痹，所以有可能是天气冷直接造成他这个温差太大，造成心律不整。另外，台南59岁姓吴查甫人，透早甲朋友到白河大东山爬山，雄雄失去意识，送医了后过身，死因医院爱进一步调查。伫桃园一港上悬雄雄死亡个案都有6件，其中男性有4件，女性有2件。 年龄大约在60到80岁之间。寒流连续到位全台也拢发生，民众雄雄无喘气心跳，紧急送医的代志。根据统计，为11透早到中昼12点，上北发生6件，其中台北2件，新北4件，家人甲早起8点有2件。伫嘉义市短短2点钟，就有4个人失去喘气心跳送医。医师提醒，高风险的病人要特别注意。 例如有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的病人，还有年纪大的一个病患，也是民众也是必须要小心。那还有男性的病人，还有肥胖的一个病人、不运动的一个病人、抽烟的病人，基本上这些都是他的危险因子。
在真悬天气或者是温差较大的时阵，医师表示，要做好保暖的工作，莫去伤过寒的所在。对有心血管疾病的人，要维持平常时的生活习惯，按照时阵食药啊，才袂造成致命危机。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早暗有风声讲北部有一间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病院，那亲像是管控了无好势，真像出现感染风险。卫生局即马正在调查，病院嘛赶紧停止收病人，敢是出现病院内底的规定小话。疫情指挥中心即马是表示讲，若准有出现确定病例，就会伫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说明，其他无要加讲。来看中国时报。最近这几天，向内政部申请立案的德州科技棒协会日头冒出来，验过发现说是钓羊头卖狗肉，来跋筊趁钱。2当前有用协会名义办比赛，伫限制时间内来移牌啊，尾啊，互依照跋筊罪送法办。验过去年是已经无罪确定，这是台湾的头一例，即马是互批评讲，这等于是请到政府牌来开交警。来看《苹果日报》新版的护照，昨昏发现，这护照的外口皮台湾这个英文是搁较大、搁较明显。昨昏计共有收到2381件申请。外交部即马表示讲，无论是资本的护照敢有到期，乡亲想要换，拢会使换。那政府即马嘛咧推测所谓身份证，也毋过治安的问题受各界质疑。行政长苏贞昌昨暗甲民进党的为食饭，伊讲伊了解外界即马有济疑虑，所以伊已经同意讲要慢车推出，但法律的配套完备了后，才搁来推动。内政部规划今年以来全面来换所谓精品身份证 EID， 啊，毋过治安问题一直互外界质疑。顶一日伫咧新竹的试办计划嘛渐完，时代力量立委甲民间团体继续呼吁要换进前应该爱定专法，啊，阁有成立专职的机构，才会当落实民众的自信保护。内政部一口咬定，户籍法是合乎 EID 的这个相关的法源，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个治安变成就是国安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怎么可以用多年前所订定的法律就足以来认定 EID 是适用呢？在现行数位身份证的规划中，公开区具有人脸相片，并且没有法律规范谁能读谁不能读。内政部宣称的方便，极有可能不是使用者的方便，而是各资收集者的方便。负责印所谓身份证的中央印的手是强调讲，精品的治安绝对是高规格。啊，毋过立委也是批评行政部门唔敢面对问题。在国际上都是很高规的安全规格，来之后会经过一个洗卡的过程，才会把个人资料写进去。好，所以说晶片来之前，请各位放心是没有问题的。行政院长苏贞昌拜暗时同意渐晚推动，伊讲治安防护一定袂当拍折。指定行政院副院长沈荣珍邀请相关部会来进行盘整，等待法制化完成了后，再个重新启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有新增加6例对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是对埃及、美国甲菲律宾入境的，其中有3例是埃及人，因是一家伙仔，算是一个家庭内规定的社会感染。人一天连确诊国内新冠肺炎一捆增加6例境外移入病例，其中83控81、82例，分别是埃及籍10外岁男性、10外岁女性甲30外岁女性，3人拢是85例的家人，同齐伫1月7号来台，也拢伫地处检疫期间发病，经过采检才确诊。因为85例是无满10岁查某囡仔，也是即件家庭关注的指标个案。伊住院了后，核酸检测病毒量较悬，所以指挥中心研判伊应该伫埃及当地都已经围着。1月8号测的时候是20啊，那第一次测的时候是33啊，所以他的状况应该是跳得蛮大的啊，看起来应该还是比较像是他在这个当地国那边感染。另外，83例是菲律宾籍40外岁女性移工，84例是印尼籍20外岁男性移工，2个人拢是入境打无症状，检疫期满，自主健康管理期间自费采检，才被检出阳性。应该是在
国外就已经感染了，那已经发病了哦。那在国外已经发病，那所以他的这个状态是属于时阴时阳。日本公布4例境外移入全新变种病毒株，指挥中心表示，团体性也来研究，目前未对日本采取更加侪限制。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9100万例，死亡人数有194万人。来看详细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6例，目前计共834例。中国病例有87000例，香港有9000多例，日本超过29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300万例，印度超过1000万例，伫巴西是超过810万例。欧洲国家法国超过284万例，伫英国是超过312万例。镜头来中国河北省的病例，即马病情阁压起来，一礼拜内新的病例有260例，大部分拢伫咧照加庄。中国各地防疫措施即马嘛变严格，甚至有真侪有大商的城市已经甲入境的隔离时间缩长到28天。中国河北省的新冠肺炎疫情崛起来，中国国家卫健委11宣布新增加85例本土确诊当中，河北这82例就加庄疫情严重有77例。河北人被机械乱象也出来，因为大部分的学校拢宣布提前放假，不过大学生却被拒在暗时拖行李伫街路行，一无简单，才拄到一新民众斗3天。河北的司机伫转去的路途也一直受阻挡。不让我吃饭，也不给我加油，你说我怎么走？河北省政府瓜江区15个火眼实验室，讲是逐工应检测100万人份的样本。伫个丰城就家庄启动第2轮全市普筛，目标2天内完成。专家开始追踪疫情源头，发现第一件确诊病例不是任何感染源，推测病毒是来自境外。我们的病例的分布基本上都围绕着机场很近的一个范围，跟国内其他已经发生过疫情还是没有相关性，病毒还是来自于国外。无症状感染者数量也明显增加。黑龙江省卫健委11表示，望会县新增加无症状感染者20例，县政府决定封城，中国各地防疫措施也升级。台商自集的苏州、昆山、四川、成都、重庆这都市拢提悬入境的隔离抗战28天。台商表示，等台湾一抓爱隔离40多天，不少人无要等来台湾过年。那40多天等于是1个半月，我已经接到很多的一直在提说他们今年不准备回来。光昆山的，我们对一些台商朋友来讲，会有1半以上不回来。各国卫生研究团队拢想要到中国做疫情调查，有关的申请却是真困难。中国官方总算宣布，世界卫生组织10人小组要伫14到中国展开新冠病毒的溯源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那病毒的源头，即马中国的武汉，中国总算同意予国际专家入境去调查病毒的源头。原专家按算伫1月14要去中国。另外，针对日本出现甲英国、南非无共款新的变种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收到通知，也毋过即马初步是讲应该无证据会当显示即个病毒会互病情变严重。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新冠病毒源头感染途径的专家小组，总算会当出发。这是伫咧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伫咧11宣布了后，由世卫证实一定14到中国。这挂专家会对武汉开始进行调查，这嘛是疫情发生以来世卫第3届去武汉。过去一直无法度确认讲武汉就是病毒的起源地。We're pleased that in an international team of scientists, distinguished experts from 10 institutions and countries are commencing their travel to China. There are, of course, ideas about where the virus originally has come from, most likely bat reservoirs, but can we somehow reconstruct how exactly that happened, to learn from that for the future of preparedness for emerging diseases. 针对日本发现新变种的病毒，而且是甲英国、南非无共款，世卫表示已经收到通知。The more the virus spreads, the higher the chance of new
change to the virus. Right now,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variants are driving any element of severity. There is some evidence that variants may be increasing or adding to transmission. 日本是伫即个月初2，有4个巴西到羽田机场检疫时阵，体检出日本境内头一届出现的第3种变种病毒，这嘛，互日本境内变种病毒感染患者总计达到34人。公司新闻5.0编辑。全世界真侪国家拢经咧做预防针嘛，烧钱买买。但毋过伫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伊是伫推特宣布讲，英国甲美国的预防针完全无可靠，甚至还佫讲英国甲美国是想要透过预防针来污染其他国家，所以伊决定讲无要进口。毋过这段推特的文章真紧就互推特看作是假消息，已经互抬掉。世界各国拢抢要买辉瑞甲莫德纳等等的疫苗的时阵，中东伊朗煞甲人无共款，伫当地时间初8宣布禁止进口美国甲英国制造的疫苗。بنابراین اطمینان اعتمادم نیست. من واقعا اعتمادم ندارم. نمیدونم. گاهی اوقات هست اینا میخوان واکسن رو روی ملت‌های دیگه امتحان کنن. ببینن اثر میکنه یا نمیکنه.哈米尼点名美国、英国、法国拢袂当相信，而且真口说表示，若是疫苗有效，美国就袂严重到一天死4000人。伊甚至是指控英美透过这款疫苗污染其他国家可能性袂低。这款讲法嘛，去用发布伫咧推特顶悬，毋过过无偌久，就去推特以假消息来提掉。伊当目前确诊人数超过120万人，5万外人死亡。疫情真严重，煞禁止英美的疫苗，除了因为核子武器议题甲美国起冲突，就算想要订嘛，真侪困难。因为虽然药品无伫美国的制裁范围以内，但是国际银行为着避免麻烦，大部分无想要经手伊朗的金流。买无疫苗，伊朗敢会当另外想办法，甲共款去美国制裁的古巴来联手合作。Dos países que han hecho un gran esfuerzo por sus poblaciones en el medio de la pandemia y por lo tanto acelerar el desarrollo que nos permita disponer en ambos países de las vacunas preventivas contra la COVID es realmente estratégico para los. 在伫伊朗禁止进口英美疫苗的同一天，古巴甲伊朗是签协议，甲研发这道上紧的疫苗。索巴拉纳2的技术转移予伊朗，而且温准联合生产。索巴拉纳2已经伫咧顶个月进入第2期的试验，毋过因为古巴感染率无悬，所以按算要伫咧哈瓦那甲伊朗来做第3期的试验。伊朗家己嘛有做一个疫苗，嘛已经在进行临床试验，预计今年顶半年开始做。公司新闻710编译。美国总统川普支持者进前是向入去各国发生暴动。美国军方即马表示讲，目前美国国内尚无有25件恐怖攻击当在调查，甚至嘛认为新总统拜登就职进前会阁爱面对恐怖攻击的威胁。啊，那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是阁一摆对川普发起第2摆的弹劾。What if he pardons these people who are terrorists on the Capitol? Or pardons himself? He can only pardon himself from federal offenses. He cannot pardon himself from state offenses, and that's where he's being investigated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初10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的节目专访，表示众院预定10月表决通过弹劾决议案，先促请副总统潘斯甲雷古以宪法第25条修正案解除川普的总统职务。若做潘斯像外界预测的无愿意采取行动，安尼众院12度提出弹劾文，正式展开弹劾程序。草案已经有得到210位众议院联署支持，预测会当轻松过关。不过难题是伫参议院，因为必须争取100席当中2/3的议员赞成，等于是爱说服17个共和党议员来赞同，条件真悬，也真歹伫川普剩较无10天的任期来完成。众议院民主党党鞭柯里本表示，袂真紧将弹劾文送到参议院，打算先予拜登就职了后专心来处理防疫问题，也有可能川普卸任了后再来甲弹劾。若是讲留一个污点尔，因为弹劾通过了后，参议院也会当进一步来表决，是毋是以剥夺公权的方式来阻止川普未来阁参选公职。 If he were impeached and convicted and disqualified, there would be a powerful argument that he'd be unable to run for president ever again. 美国陆军部长麦卡锡初10表示，川普支持者初6攻击国会大楼了后，目前已经启动至少25件境内恐怖攻击案的调查。也阁讲国防部注意到未来几天，包括到拜登1月20就职典礼时阵，可能会有准恐怖分子进一步的威胁。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爱联邦调查局追究国会攻击者绝对袂宽容。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
北韩的执政党劳动党即马正咧举行第8届全国党代表大会。伫会议内底是伫甲这金正日过身了后，拢无人做的党总书记。即摆伫大会当中是决定由领导人金正恩来做。 김정은 동지를 조선노동당 총비서로 높이 추대할 데 대한 결정을 만장일치로 채택했습니다. 伫北韩这种的共产独裁国家，最高领导人用过头衔，往往过身了后都袂使阁用，由接班人用其他的头衔来掌握到党政军大权。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1994年过身了后，国家主席这个名袂使阁用。第二代领导人金正日是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长，也甲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这三个头衔持续领导。 当金正日伫2001年过身，接班的后生金正恩继承国防委员长、最高司令官这个头衔。但是党职方面，金正恩按照惯例，闪开总书记这个名，改称第一书记。这届毋但恢复废除5年的书记局体制，第一书记也改做总书记。对共产独裁政权来讲，代表领导权威更进一步强化。 那是外界关心的焦点之一，就是针对美国政局的变化。北韩借着这届党大会，毋但强调要提升战略的核武，也重新提出美国是上界大的主要敌人这种的讲法。 대외 정치 활동을 우리 혁명 발전의 기본 장애물 최대의 주적인 미국을 제압하고 굴복시키는 데 초점을 맞추고 지향시켜 나가야 합니다. 보고는 미국에서 누가 집권하든 미국이라는 실체와 대조선 정책의 본심은 절대로 변하지 않는다고 지적하면서 대외사업 부문에서 대미 전략을 책략적으로 수립하고 반제 자주 역량과의 연대를 계속 확대해 나갈 데 대하여 강조했습니다. 另外，经过外电报道，伫两韩高峰会甲美国北韩高峰会期间，引起各界关心的金正恩的小妹金宇正，原本列名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即届为名单中消失，互人认为可能遭受降顶。按过党大会电视画面，会当清楚看到金宇正的座位，就伫金正恩倒边后壁的位。当时，伊也阁是劳动党的组织指导部、宣传线动部这两个部门的第一副部长。 所以，伊甲金宇正伊的权力，互外界更较无法度掌握。公视新闻戚家人编译。今日国际上抑个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即马各有外国的元首去话着啊，这是葡萄牙的总统德索萨，伊在寻求连任进前确诊，所有公开行程拢爱取消，即马已经在治疗。 来看英国的媒体是报讲，英国政府要提出方案，禁止进口新疆强迫劳动做出来产品，这嘛可能会致使中英两国关系愈来愈紧张。来看美国众议院要启动第2摆弹劾川普定书，按说伫1月13日表决，目前在推动决议案是要求副总统潘斯爱解除川普的职务。 那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克拉夫特1月13嘛要访问咱台湾，总统蔡文第14会接见。另外，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已经宣布要取消台美交往来限制。外交部长吴钊燮昨时表示讲，这个代志其实已经推动一段时间啦。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取消美台交往限制，象征台湾甲美国的交流会走向正常化。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这是因为台湾对外务实甲负责。这个事情我们已经推动了一阵子了。那我们台湾能够跟美国之间互信不断的提升，就是因为我们台湾是采取了非常务实和负责的这个对外的政策。 台美自从1979年断交以来，双方的交流敢若限制非官方的往来。1994年，克林顿检讨对台政策，放令台美两地官员交流限制。除了总统等的高阶以外，其他的官员会当访问美国。小布希时代是增加对台军售，而且阁互迄当阵总统陈水扁高规格过境礼台。2015年，前驻美代表辛鲁顺伫咧双向园举办元旦升旗，引起美方不满。伫咧奥巴马时代，制定限制美台交往准则。川普就任了后，毋但副总统赖清德伫咧就职进前访问美国拜会国务院，到即马蓬佩奥宣布取消交往限制，辛鲁顺认为讲爱强调台湾主权。升旗，然后把国徽放代表处的外面，这2件事情至少要做到。你的国防部长跟外交部长至少可以去到华盛顿去。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在
台湾问题上是向中方做出过严肃承诺的，美方应该言而有信，不得以任何借口曲解和背离。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1暗时发布新闻稿指出，中国会采取措施来反制任何台美交结的行为。伊阁强调讲，外靠美国想要独立，敢会互岛内民众带来灾难。台湾陆委会是透过书面声明回应，台美深化各领域的交流，会当帮助促进区域和平。这是中华民国做一个主权国家，甲各方互动的正常权利，嘛符合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中共政府是无权利插嘴。另外，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13日访问台湾，14日甲总统川普见面，双方的重点是伫咧台湾的国际参与。甚至克拉夫特伫咧外交学院的公开演讲，主题是促进台湾伫咧国际组织的参与，嘛强调讲台美关系已经进展到全球东方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香港的局势不稳定，咱的政府为着要协助香港的学生，教育部即马有可能要开放予无居留证、爸母嘛无伫台湾的香港高中生来咱台湾读册。这款制度会另外增加名额，袂去占着咱台湾高中生的亏。香港反送中运动加上国安法实施，局势不安，不少香港人出走，有人移民来台。为要协助因，教育部打算放宽，互无居留证的港澳生也会当来台读普通高中。身为港生的新旁辈是移情来台，到摕到台湾的身份证，感触真深。平常上课也需要请假，就只是为了出入境的那个需求。然后还有，因为我很小就过来，所以可能会有。以前国文课这可能有注音，但是香港的输入法和台湾输入法不太一样。即马法规规定，港生需要达到就学年纪，有居留证才会当申请分发入学。若申请普通高中，才会当读华侨高中，毋过受法了后无限制，因为无满18岁需要监护人，毋过家长无法度同齐来台，未来修法，无个限制直系亲属，会当由校长、财团法人当做长等人担任港澳生的监护人，每人上侪5回。新判辈认为，台港教育体系无共，来台读高中生活也是一大考验。香港的高中其实已经有接近大学，有一些选修的科目跟台湾的学测、基测是其实差蛮多的。那是要比较像国外寄宿家庭还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其实还是很多问题。教育部统计，目前在台读高中以下的港生有148人拢有居留证，未来修法开放，港生会当透过境外申请就学名额来台读高中，免移民也是有居留证。教育部强调，会控管招生名额，会影响本国学生权益。本地生要经过会考，那外来的他要经过什么样的模式，还是说谁来都要收还是怎么样？大概都14、15岁而已。那他平常的生活、日常生活、食衣住行等等，我想这些东西政府都应该要考虑的。保证法案由原地有过期，也毋过有事后领先表态，目前保障招募港生入会选项，也毋过香港人来台人数继续增加。陆委会资料显示，今年10月有7474名申请来台居留，学术班甲研究所报名人数也明显成长。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伫政理大学麻豆校区的台湾文学资料馆，去年互换锁头，第数82岁的英语馆长张良德教授无法度入去，文学界气噗噗拢有跳出来批评学校。张良德教授昨昏嘛有家己开记者会。记者会还未开始，真侪文学界人士拢甲张良德教授鼓励。张良德说明，伊退休12档一直是台湾文学馆的义工，想袂到去年12月，甲这个月初5，选2摆拄着学校无预警换锁，伊上气的是校长这句话。只要放在学校的东西，都是学校的财产。这句互我足大的冲击啦！我死啊！我办公室遐原稿。古纸，遐什么？我黄色小说，规个拢变做学校的财产呢。别出争议了后，礼拜学校有派人送锁匙来，不过张良德讲，伊按算要行回去。我退回去，钥匙不开，我门不开，我全部还回去，表明我已经不是名誉馆长。张良德讲，伊已经看开啊，虽然甲台湾文学馆已经不再相牵连，刷落来阁有代志要做。迄个馆是你的性命啊！但你即马离开迄个馆，你会死掉啊！我跟你讲我无遐尼紧死啦。我即马是咧编这个老人文学，叫做老人文学啦。
有张良德的台湾文学馆，敢真正无法度留伫台南？台南市长黄伟哲跳出来表示，市府愿意斗3工。台南市政府也愿意提供这个研究场所那来让张教授在退休之后退而不休，能够继续为台湾研究还有台湾文学研究做出贡献。不止台南市府，张良德讲，即马教育部嘛按算要出面，伊愿意甲学校沟通。上重要的是，互台湾文学馆内底的资料会当好好保存。记者陈嘉文、罗伟做台南报道。那经理大学的大学生冒开记者会，成员张教授反对学校用这款压迫强硬方式来处理代志，伊嘛要求大本馆爱慢请搬线，而且要求校长陈其明爱出面回实的。真理大学册稿标出大本馆换色风波，唔拿文化界人士关心。真理大学学生会召开记者会，同时邀请其他学校代表表达学生的立场。本次强封台文馆事件，对于真理校方未经合理程序竟自强行换锁封馆，我们深深的觉得遗憾。高等教育是对社会共同体重塑、使之进步的场所，本应稳健治理、理性进步。然而，粗暴对待受敬重的学术工作者的真理大学，并未有高教责任的自觉。真理大学学生会会长刘文林表示，校园应该爱互相尊重，而且理性沟通。针对这摆风波，学生会提出4点的诉求，包括向张良德道歉，大本馆慢请签线，尊重校务定序，尊重台文史工作者。我再次强调，要求校方将台湾文学资料馆北迁之事，正式在校务会议中充分讨论，再继续相关事宜，且期望陈其明校长尽快出面对张教授致歉。真理大学表示，尊重学生开记者会意见，嘛讲目前为止也未和张良德直接联络到，会继续和张良德直接，希望会当直接见面沟通，详细讨论后续的处理。记者苏晴、谢桂林淡水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根据猪肉各市帮的资料，到1月初8，已经有96栋的美国猪肉甲北来进口来台湾，也毋过这肉品无蓝山肉种。那政府即马要求肉品爱标示，因为过年要到啊，真侪猪肉品的礼盒外包装嘛要求讲爱标示猪肉的产地。有业者就认为讲，到底安怎做，因是花高高，嘛怨叹讲即马包装拢爱定型。红墙伫顶底是真甲比白叫，营养开放300种的猪肉，卖肉品的店头，即马开始打台湾猪的标章，尤其是新正就要到啊，有的店头已经开放注文围炉的菜，包括猪脚、腿壳、各种猪肉加工品的外包装，原本是按法规定，只要标示原产地，即马配合开放内底的新政策，为1月份开始，业者佫会加标示猪肉原料原产地，即马业者都要佫改新包装。现在买东西，它也许调理食品，它会比较担心，所以我们的厂商，还有包括我们的加工厂、代工厂，我们所接触到的，我们一律都是增加新的这个栏位哈，这边有写猪肉的原产地哈是台湾，稽查真的要确实，因为不能让这些不孝的业者就是来鱼目混珠。业者强调讲，农委会认证的台湾猪标章有防止伪造的认证，敢若会当搭伫个总店，袂当用伫个产品的宣传单，所以食品外包装抑佫有宣传单，拢爱重新做标示。加上营养无共的通路，可比百货公司都爱统一配合卫福部，用猪肉原产地大纸。嘛有卖肉酥的业者是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显示国产屠宰场。为中央到地方无共通路，做法无共款，业者认为政府应该统一标示。这是管理的问题嘛？中央畜产会啊，还有说什么这个农委会啊，那还有卫福部，这个 logo 是要配合的，没有1国2制的。卫福部网站的猪肉仪表板会当查每一天进口猪肉的统计，不过有民众发现讲，1月初时都已经有5批美国猪肉进口的资料，总量超过108吨，不过煞无随显示伫个网站顶悬。它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那我并没有接到它有莱克多巴胺的这个资讯。食药署回讲，边境查验自动化系统的数据是为食药署查验的结果来的。因为猪肉仪表板是以关务署海关放行的统计为主，两边的时间有争差。因为11点到11点，
猪肉仪表板已经更新进口猪肉的数据，到初8为止，已经进口237栋的猪肉，其中美国猪肉还有其他会当食的部位，拢总96栋，300种零检出。记者综合报道。那过年要到啊，会运上保养。大英会运的员工是去总公司တင်情，讲因的司机一天爱做18点钟，那底薪是敢若3000字，甚至讲有人去检举了后，搁互公司记告，也毋过公司有出面赔回。提出行车记录卡，大英会员员工控诉有司机一天竟然工作18点钟，严重超时。工会指出，大英会员10年来拢无调过薪水，司机本薪敢若3000字，是业界上少的。另外有驾驶的津贴1800，安全奖金2000，专勤奖金3000。另外都是因为个人无工的这个绩效奖金。加起来了后，每个月薪水差不多4万至5万外。不过员工指控加班费甲年终的计算方式拢无公开，好亲像用本薪来计算。工会过去在一边甲公司协商，要求调关本薪，但是拢无得到正面的回应。我们的工资工时不断的被压榨，找得出记录的这一个18小时，可能还不是最长的。一个开着车的人开了18小时，你要他会不睡觉、不睡着吗？在路上用路人的安全怎么办？因为保安公司无回应，物流司机去母公司嘉里大营物流头前集合，放调讲要冲去母公司交တင်情书。经过协商，母公司派出代表接受တင်情书，只是对工会指控有员工检举工时超过，互人记告。嘉里大营回应，互人记告的员工是因为拍假卡，互人处分。会被记大过，是因为违反了工作规则代打卡，跟这件事情是没有相关的。不是所谓公司在什么打压吹哨者，跟薪资有关的，我会把它带回去给各总经理们去讨论。台北市劳动局表示，劳基法并无规范薪资项目，敢若规范员工正常工时出勤，月薪袂使比基本工资较低。不过加班费计算爱以平均薪资来计算，袂使以所讲的本俸为计算基准。大英汽车会员企业工会表示，物流薪水价是正市场，要向劳动部提出检举，要求劳动部对全台湾的物流业工时展开稽查。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来看，当年伫旧历11月15是南投埔里平埔族家务的过年。今年因为受疫情影响，大型的活动是取消，所以部落是招一寡社区的负责人，同齐做过年一定爱传的粿来拜祖先，迎接新的一年。南投县埔里镇牛困山部落的阿姨妈，自透早就开始无用咧做粿，原来因是平埔族家下务。当咧准备旧历11月15过传统新年一定爱有的阿拉粿。阿拉粿是家下务传统的食食，过年时会做好，分予厝边头尾，用来祭拜祖先。隔哈屋过年，那所以就要像我们农历年一样，是要祭祖、要拜拜、要围炉。就每年这个时候，就是用那个香蕉叶啊来包阿拉粿。家下务因的传统新年是自年尾正做修行的时所举办的休息节，甲祖灵节演变过来。准备过年的时间，头尾差不多1月日，唔来找阿拉粿，佮会牵田。族人伫田里生火，手牵手对火堆唱母语歌曲，也会掠大鱼、走表来怀念祖先，求部落的平安。也牛困山部落就依照传统，沿社区街路讲了，意思就是要通知祖灵佮有族人，新年要到啊。因为现在时代的改变，所以我们的所有记忆其实把它做一个比较浓缩性的，一直延伸着在举办这个活动，就是要让一些后辈的要知道说，我们是葛哈乌族。虽然家下务今年的传统新年受疫情影响，大型的活动就安尼取消，不过各庄头有缘有办小型的祭拜仪式，对祖灵、对部落的心意一点仔都无减，也望经过这个活动，互家下务的传统会当继续传。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推广在地农业，用废弃物做在地文创，伫云林的大鼻乡是用稻草来做主题，做一个稻草麦姜。用稻草麦姜是用一根一根的稻草杆搭起来的，嘛算是废弃物再利用。咱定定伫咧电视顶头看人耍游戏、拍通关，真伫云林大鼻，你也当亲身体验到啊！伫云林大鼻稻草文化艺术节。乡公所特别准备一个全部拢是稻草杆贴起来的麦姜，
邀请民众来拍通关。今天是我第一次下去走，我觉得说没有想象中的容易，不过也是途中有充满蛮多的惊奇的惊讶惊奇。人讲做牛免惊无地通拖，牛伫农业社会当中是一个正重要角色。这回稻草文化艺术节伫活动的入口有做一只6公尺高的牛翁仔牛宝，那色水选用加稻草共色以外，整体材料也特别挑选过。是牛年嘛，这个拄啊路冲吼，阮平做一个永久的意象，阮这先内底先做一个骨架料，阮为着这个稻草文化，阮做较永久，阮就是用那个铝箔，吼，落去剪，吼，落去剪了，来做这个剪牛包的衫，这是 Q 版的。乡公所表示，这回活动场地已经向县政府提报计划，活动结束了后，这块土地会好好运用，期待未来成做地方创新的文创基地，不但发挥在地特色，也会当提升地方的观光。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南投埔里的后湖桥，伫2019年时，因为大水雨，桥全放弃。地属保育类的台湾白鱼生态地嘛，互土沙淹去。目前水土保持局是配合台湾白鱼成长的环境，规划生态工法，正做埔里头一个兼顾保育甲野溪整治的工程。这几冬气候变迁，一时大雨，一时酷旱，埔里的后湖桥từ 2019年因为大雨涨水冲崩去，大牛起开全土沙，大大算长台湾白鱼的生态堆，又搁拄着酷旱，即马草啊是发甲比人搁较悬。大概向下挖大概1.5公尺左右，下面其实是还有浮水层的，但是现在目前就是已经这样的状态。这2年真的台湾白鱼在这个地方是真的没有办法生存下来了。台湾白鱼讲叫做肉鱼，软骨开骨是敢若台湾才有的正水鱼，因为大牛起开水头现时积大量土沙，当地民众希望整治工程会当兼顾环境保育。沙会济啊，迄个伫我池啊拢会大了了，尽量卖用过迄个水泥化的啦，用迄个什么气死的啦，是安尼，尽量不要用到水泥化的，水泥化下去的水那个，因为那个有那个什么，迄个水泥浆啊。会把白鱼死去呢。上游的部分呢，因为怕整个的一个冲刷泥沙的冲刷会把整个的一个生态池把它淤满了，所以我们会做一个粗沙隔离的部分。那整个在坡面的设计上面，我们是以多孔隙的一个设计，让生态可以整个的可以通行。水保局也请在地居民以及专家学者会商，在施工期间会甲台湾白鱼选位，避免影响等待完工，环境评估好势以后，再甲肉鱼放转去。这也是埔里头一件立入生态规划野溪整治工程。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河美甲花坛为了分进行礼金，那另外一个乡镇大川伫即礼拜嘛要分，因为有一寡假的放置，所以有请一寡民众，所以在庄仔头有的所在人口的总数，拢比前一年加1000多人。下昼的大村乡街啊冷冷清清，也无旧年下半年，前伫大村乡的人口比去年增加9000人。敢若在1月1日人口就有556人，12月也有363人。乡公所认为人口增加甲即将要发放的2000块的振兴礼金有关系。公所有计伫即礼拜六发出8000万的现金，只要是伫去年的12月25户籍迁入大村乡的，拢会当领。在预算经立法机关审理完成日前涉及本乡就符合这个资格。彰化县大村乡总人口数38000多人，发放振兴金进前人口大的迁入，也毋过领完大红包了后，人口敢会搁外流咧。乡公所指出，相关的福利会将人留着，民众也认为袂因为2000块就迁户口。因为它不是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那个福利嘛，对。彰化县花坛乡河美镇去年陆续发放振兴礼金，也毋过并无看到人口明显成长。彰化县民政处表示，彰化县107年有1277824人，过当年减少5000人，去年减少6000多人，也毋过整体来讲，甲全国6都4区会的关系比也是有0.8%。
6都的改制以后，那所谓的磁吸效应，其实在彰化而言，相对于南投或者是云林、嘉义，我们的抗跌性都比他们高多。中法官民政处长表示，小组化是台湾共同面对的课题，大都会的自吸效应确实存在，人口数也影响中央统筹分配税款的配比。中华官府继续地创造就业机会、交通建设加产业发展，希望减缓人口继续流失。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统计，去年接到民众的报案，伫网络买物件、防诈骗的报案是以某某上济，有300多件。刑事局是提醒业者要注意资料的安全，嘛呼吁民众唔通互骗去。不少网络电商拢伫第一度提醒消费者要注意诈骗集团以无共款的话，要求民众操作提款卡或者是汇钱，毋过也受人被骗。刑事局统计，去年几年买物件了后接到假冒客服电话，高风险卖场第一名是某某，有383件；第二是小三美职283件，有名团国网486也在内，有242件。某某回应，针对不法集团以公司名义诈骗，会定期检查内部资讯安全机制，恢复165反诈骗，也提醒消费者。这都是以工作人员的操作错误，导致误设分期付款、重复扣款或升级 VIP， 要求客户前往操作 ATM 购买游戏点数或者是 APP 来解除设定的诈骗案件。刑事局分析，解除分期付款是被害案件上济诈骗手法，歹徒害入电商或者是害入电商委托的系统上资料库，偷消费者购资各种名义要求民众操作 ATM 或者是网络汇钱。刑事局已经提醒这高风险电商要加强治安防护。他会跟你说订的东西就是货物怎样错误，然后叫你多付钱，然后家人都直接挂掉。你自己会在网络上买东西吗？比较不会。那你自己会担心假设网购会有这种？其实都还蛮担心的。刑事局提醒，内底显示开头有加号或者是加字、加886这号码，拢可能是诈骗电话。若是听到解除分期付款设定，或者是重复扣钱这关键字，应该马上挂电话通报165反诈骗专线。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国外来看，墨西哥、巴西、阿根廷这个国家疫情当严重。今年18个嘉年华会今年已经决定要取消。伫南半球的阿根廷，即阵是热天，因阁因为疫情的关系，即马伫海沙堡的餐厅甲酒吧拢互限制做生意的时间。阿根廷新冠病毒确诊的个案超过170万人，死亡人数超过44000人。感染专家认为，病例数会直头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伫群聚，包括各种的游行。圣诞节甲新年假期，亲情50个聚会，甲热人伫旅游景点举办的活动甲 party， 这拢正做病毒传染的管道。目前当是热天适合耍水的大月，当局考虑着防疫，下令为11开始，马德普拉塔海边仔的餐厅甲酒吧，半暝1点到透早6点袂当营业。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采购下令，所有有关商业、艺术、文化、社会、娱乐甲体育活动，半暝1点到透早6点拢爱暂停。Con este enero catastrófico que estamos viviendo, con la hotelería en un 20%, con los balnearios a un 30 o 40%, con la gastronomía que la están cerrando prácticamente, nos dejan atados de pies y manos. Parecería que quieren que pasemos el peor invierno de nuestras vidas y que haya más pobreza y más desempleo del que realmente hay. 巴西里约热内卢一年一届的嘉年华会，今年因为防疫所以取消。全国因为疫情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20万人，高地的里约都27000人。不过圣塔泰瑞莎社区有一个人真介意嘉年华会，所以伊就穿嘉年华的服装，含过来挂音响，放送升白的音乐，家己一个人伫社区的街仔路送火互民众，鼓舞民心。北边的墨西哥疫情恶化，新增加确诊的病例都有16105例。过71天，就有1135个人因为为着新冠病毒死亡。全国的病院9成的病床拢已经住满了，除了欠病床以外，送数嘛是真欠缺。从去年9月份开始，送数的价数就起1倍，若要买，还阁要排队排真久。El tiempo antes veníamos a un tiempo de 40 minutos o 30 minutos máximo, porque el llenado del tanque aproximadamente se tardaban 20 minutos, pero ahora con esta
con este problema de la pandemia, pues hemos estado aquí hasta hora y media, 2 horas, o más tiempo algunas otras personas。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有人捡宝嘛小宝，真侪旧的物件充满记忆，但条无彩藏在个顶底，要弹唔弹拢真为难。俄罗斯有一间专门咧回收的清理业者，替人客咧处理杂草面，替二手衫、二手家具找到新的生命，啊若厝内嘛会使拼甲清气。伫咧圣彼得堡这间小公寓，拢是净厝子生活的分店。这间名叫做“无浪费”的环保清洁公司要来处理，业者看过了，讲差不多所有物件拢会当再利用。在整理过程中，也发现一寡奇怪物件。Это вот сетка, когда мы сняли вот с этой кровати матрас, это старая кровать с более новым матрасом, мы обнаружили. 像这种塑料时期的老厝，常常因为继承转手过背，规厝间拢是古早物件，一人看到了，拢唔知影要安怎拼，只好请专业的来处理。Это интересно, это культурн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такого рода. Проникаешь в жизнь других людей, смотришь, что они оставили после себя, находишь кучу всего этих сокровищ просто. Пиджак с обтянутыми шелком пуговками и лацканами. Вот. Он, наверно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ценность как есть, но нам показалось, что будет еще интереснее и смешнее, если у него на спинке появится вот эта вот компликация. 有一款家具看起来真破旧，不过翕相搁当伫咧社群网站了，虽有人买伫，经过整理修理了，袂输敢若新的。Бывает, может быть, людям даже в голову не приходило, что можно как-то по-другому сделать, можно дать новую жизнь. 而且环保回收业者的费用，自代票几落千到上万，是袂比传统规间自动家己再造单调业者较贵。马雅诺瓦的环保清洁公司开半年，已经清出10几间老厝，也找到真侪要收二手货的业者。和断舍离改造生活空间，也有国家环保爱地球的选择。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镜头来西班牙来看，西班牙出现半世纪以来上大的暴风雪，伫首都的马德里车路因为结冰无法度行，有1500人封掉伫车内底，家仔拢已经救出来啊！那伫地中海的另外一边希腊，说是无共款的世界，虽讲即马寒天，也毋过却出现31度的高温，沙海沙堡拢是人。落大雪了后，清洁人员无用伫甲地铁站外口处理已经结冰的路。马德里顶礼拜5到拜6，落超过半世纪以来上大的雪，积雪达到50公分深，公路交通是受到影响。救生车的链啊有倒雪链，也是袂顶袂动。I flew on my way to Chile, and then I get stuck in Madrid. So I think, okay, I'll go back home to Malaga. But now I'm stuck here too. So no solutions today. 估计有1500人封掉伫咧车阵当中，有关政府紧急派出工作人员，甲路尼甲机场积雪清掉。第2天总算是摆渡人员封掉咧状况，所以来大家确保在109岁新冠疫苗会当配上顺利。Ambos ministerios mantenemos un contacto permanente, dinámico, con el que ajustamos y ajustaremos el dispositivo previsto a la operatividad del aeropuerto de Madrid-Barajas, así como a la situación de las carreteras en la Comunidad de Madrid y provincias limítrofes. 西班牙目前疫情真严重，伫咧雪和车路无法度行，有关政府总计派出150只的直升机，改由空中运送医护人员甲相关物资。另外嘛，由警方来护送疫苗去各大病院。西班牙熊熊落大雪，至少互4个人无命。但是气象预报显示，未来几啊天当地也是会出现零下的低温。有关政府是呼吁民众出门一定要注意车路结冰、厝倒的风险。镜头所来去地中海另外一边的希腊，甲马德里落雪比起来，雅典是出现真罕见的好天气，气温阁达到摄氏31度，真侪人是把握机会去海边耍水，或者是拍日头。Σίγουρα μας έχει τρελάνει ο καιρός, γιατί βλέπουμε στην Ευρώπη σπανία, χιόνια, κρύα, καταστροφές και εμείς έχουμε ωραίες μέρες, λιακάδα. 雅典1月份的气温一般拢伫咧摄氏0度到5度之间，像这款的高温过去50天，敢若发生过2届。若是去年5月份，希腊也发生过热浪。11月份，克里特岛是拄到8年一届的淹大水，嘛显示讲极端气候已经愈来愈无正常。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
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日早起各地温度拢真低，要毋过日时水气会较减，会淡薄回温。要毋过下暗到明仔透早温度会搁较低，嘛是这波寒流上强的时阵，乡亲一定爱穿好少。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9度，上悬是1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0度，上悬1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1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0度，上悬15度；外岛的温度是4度到1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期待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新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